哥林多後書7章。親愛的弟兄啊，我們既有這等應許，就當潔淨自己，除去身體、靈魂一切的污穢，敬畏神，得以成聖。你們要心地寬大，收納我們。我們未曾虧負誰，也未曾敗壞誰，未曾佔誰的便宜。我說這話，不是要定你們的罪。我已經說過，你們常在我們心裏，情願與你們同生同死。我大大地放膽向你們說話，我因你們多多誇口，滿得安慰。我們在一切患難中分外地快樂。我從前就是到了馬其頓的時候，身體也不得安寧，周圍遭患難，外有戰爭，內有懼怕。但那安慰喪氣之人的神，藉着提多來安慰了我們。不但藉着他來，也藉着他從你們所得的安慰，安慰了我們。因他把你們的想念、哀慟和向我的熱心都告訴了我，叫我更加歡喜。我先前寫信叫你們憂愁，我後來雖然懊悔，如今卻不懊悔，因我知道那信叫你們憂愁不過是暫時的。如今我歡喜，不是因你們憂愁，是因你們從憂愁中生出懊悔來。你們依着神的意思憂愁，凡事就不至於因我們受虧損了。因為依着神的意思憂愁，就生出沒有後悔的懊悔來，以致得救。但世俗的憂愁是叫人死。你看，你們依着神的意思憂愁，從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、自訴、自恨、恐懼、想念、熱心、責罰。在這一切事上，你們都表明自己是潔淨的。我雖從前寫信給你們，卻不是為那虧負人的，也不是為那受人虧負的，乃是要在神面前把你們顧念我們的熱心表明出來。故此，我們得了安慰，並且在安慰之中，因你們眾人使提多心裏暢快歡喜，我們就更加歡喜了。我若對提多誇獎了你們什麼，也覺得沒有慚愧，因我對提多誇獎你們的話成了真的，正如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也都是真的。並且提多想起你們眾人的信服，是怎樣恐懼戰兢地接待他，他愛你們的心就越發熱了。我如今歡喜，能在凡事上為你們放心。